안녕하세요. 저는玄彬입니다. 玄彬 you know? Yeah,台湾玄彬。不失礼貌的微笑 OK。换你自我介绍。你好，我是南敏章。对，我也可以叫南港刘德华。所以今天要做什么？雅固。哎呦，鸭球，雅固对不对？就是台语跟韩文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，很像鸭球，棒球也可以啊，鸭球。雅固。过关，叮咚叮咚。七奥里斗。七奥里斗。七奥里斗。啦啦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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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一样。不一样啊。七奥里斗。不可能都一样啊。reality 예능。实境节目。实境节目。实境节目。Yeah， 你真的是你的韩文的那个实境节目好长啊，怎么念 reality 예능。 reality 예능。哦。홈런。 home run。 home run。 home run。 就 home run。 홈런。 但是那时候就是讲我们就变成 home run。 home run。 삼진。 哦，三进。三进。哦，敏珍，你最近有学到什么台语吗？我最近学我上熬。我上熬啊。我上熬。你上熬？不是吧？是我自己不好哎，我上熬吧。我上熬。哎，我上熬。我上熬是我很烂哎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我上熬是我很棒。对。我上熬是我很烂。不是，我上高。熬。我上高。那就变成你是猴子。我来讲一下我最近学到的韩文好了。撒浪嘿。这个很简单。你弄一个很难的让我学。블루베리 스무디。 블루베리 사바기。 스무디。 丝木鱼啊，萨巴鱼。스무디。 블루베리 스무디。 흑당 버블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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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哦，你讲啥？黑糖珍珠奶茶。흑당 버블티。 我珍珠奶茶被送上。好啦，好啦，今天教学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最后要甲大家讲一个好消息，公司台语台上新的节目《菜鸟啊 Nice Play》。公司台语台。菜鸟啊。菜鸟啊。Nice Play。Nice Play。爱看哦。爱看哦。